经过2年的修复，屏东县政府把屏东薰草厂的遗址改变做一个文化基地，打算在这个月底开幕。头一阶段会先开放薰草馆、客家馆，另外还有大武山特点加故宫特点，还有真侪浸水式的互动体验，要让民众有无同款的艺术感受。走入薰叶工厂，这个古机具看起来真有科技感，因为加添灯火甲音乐。有86年历史的屏东薰叶厂，捌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分区。2004年关厂了后，原地薰叶加工区即马已经成做薰叶博物馆，所有的加工机具拢保留落来。介欢喜就对啦，讲哇，这里还佫安尼佫保留落来，还佫保留甲遮好吼。无全呢消失去安尼。薰叶馆重现台湾薰叶产业的历史，规个文化基地有真侪真正式的互动体验。完全是原创的哈，就是我们大武山原有的一个花种。四颗位啊，拢是报餐花甲樱花刷落来转变做暗时的新秀，这拢是大武山的美景。除了这个大武山特点。另外，阁有故宫模范山水的特点，透过科技，古画中的尾遐会当甲民众互动。进前吼是工厂嘛吼，咱即马活化一个文化基地，所以咱即马未来吼，咱屏东的这个足侪这个文化的设施吼，文化的场域拢会伫咱的平燕1936文化基地里面吼。屏东薰叶厂面积有4.2公顷，将近20栋的厂房甲仓库。25开幕先开放4个馆，民众会当感受多元的屏东文化。记者邓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。